拍拖戀愛又好，返工同同事做嘢又好，成日講人夾人好重要，夾最簡單嘅演繹，可能係彼此個腦能否同步，溝通唔到，唔一定係性格或者背景嘅問題。今日我哋會講到嘅就係鏡像神經元系統 MNS 嘅故事。我哋個腦其實好勁嘅，聽人講嘢咧，唔只係聽字面嘅內容，個腦係會自動模擬場景，建立 scenario， 去幫我哋做到一個加強理解嘅作用。近呢20年都不停咁發現 MNS 對我哋喺人際關係中理解他人嘅意思、情緒共鳴、行為模擬等等，都係有住非常關鍵嘅作用。好消息就係鏡像神經元並非先天決定，壞消息就係後天環境嘅影響更加重要。例如成長嘅過程中，你有幾多社交互動嘅機會？當呢個系統得唔到訓練，就會變得低效啦。落到去戀愛之中，佢都發揮住好大嘅作用。首先能夠大大幫助去了解自己嘅伴侶。當我哋睇到伴侶開心或者難過，MNS 咧會自動模擬同樣嘅狀態、情緒、語氣、幽默嘅一面，都更加有機會俾伴侶全面理解。鏡像神經元係人類社交能力嘅基礎，幫你提高共情嘅能力，所以喺處理感情中衝突嘅時候就更加有用啦。你可能都睇到身邊有啲人比較能夠感受到他人嘅情緒，做出更好嘅決定，就係因為呢個系統啦。咁你哋就唔會只停留喺理性辯論嘅階段，而係可以更加快走向修復，避免冇意義嘅僵持。最後情侶互相凝視或者擁抱拖手嘅時候，其實會出現神經同步化，部分都同 MNS 有關。有時你同另一半相處，明明已經心平氣和咁去表達感受，但對方又覺得你係攻擊佢，咁我哋可能就會簡單歸納為對方人格嘅問題，但真實嘅情況或者只係彼此大腦中的確有着差異。